Hello，大家好。首先我介紹下自己啦，我叫阿媽，或者大家叫我中文名阿強，即係更加親切都得。咁我將自己定位成為一個點樣嘅 broadcaster 呢？因為我今次都係我第一次做 broadcast，咁但係我以往都睇咗好多唔同嘅書，或者我自己人生經歷都好豐富，因為我已經係40幾歲啦，咁有個小朋友啦，亦都喺商界或者係喺社會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所以我希望借助我呢啲經驗，一啲唔同層面、唔同方位或者全方位嘅經驗，喺個人成長啦、心理學啦、哲學啦、育兒啦、夫婦關係方面，一啲商業嘅管理啦、營商啦，甚至電玩、科學、足球，一個全方位嘅 broadcaster。但係當然我做唔晒咁多嘅，咁我會有後邊會有系統咁樣一個 section 一個 section 咁同大家分享我一啲睇法啦，大家都可以去睇下，或者有 comment 嘅話都可以留言俾我嘅。我今次係第一次做 broadcast 啦，我希望第一次 broadcast 就首先介紹一個有關個人成長嘅書俾大家嘅。咁呢本書就叫做《原子習慣》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之熟悉㗎。咁但係我希望我唔係淨係講呢本書個內容，因為我自己將自己定位即係 broadcast 定位都係將我自己嘅一個生活經驗或者係由唔同層面嘅一啲相關嘅經驗或者知識融入埋落去呢本書嗰度。希望大家唔係淨係睇呢本書，而係話喺點樣用到呢本書先實際嘅。如果齋喺睇呢個層面、思想、記憶、知識方面嘅層面，我相信而家係唔足夠啦，或者係唔夠實在，或者叫做落地嘅。因為而家好多 AI， 你話一打原子習慣，佢都成個生活出咗嚟嘅。咁但係我睇下點樣去配合埋我自己嘅人生經驗啦，去令到大家真係用到呢本書。原子習慣其實係一本教大家點樣去建立或者達成一啲成就，但係開頭係一啲好微小嘅習慣開始，但係點樣去透過我哋持續咁運行，持續咁去提升，又有回饋，令到大家真係去執行到呢個習慣，進而達到一個巨大嘅成就啊！呢本書嘅作者叫做 James Clear 啦，咁佢喺裏邊佢分享咗自己一個故事啦，佢點樣由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啦裏邊恢復啦，跟住最終成為咗一個成功嘅作家同埋演講家。佢經歷到同埋意識到習慣嘅重要性啦，以及點樣由一個小習慣變成一個長期成功嘅影響。呢本書最主要講4個核心概念嘅。第一個就係習慣裏邊嘅4個法則啦。第一，點樣去令到呢個習慣係明顯嘅，係變得好可以見到嘅，即係好簡單。我哋可能每日有張面簿紙提示我哋，可能去刷牙，去每朝我哋有個 checklist 去做啲咩嘢，係呢個係好顯然易見嘅。第二個，呢個習慣就有個嘅令到佢點樣有吸引力。譬如我哋刷完牙，口氣就好清新啦，咁我哋自然都會有自信，或者牙都會白啲啦，或者係我哋講嘢都會同人哋接觸都會更加有自信啦。第三就點去容易將呢件事係好易做到嘅。譬如我有講刷牙啦，攞起牙刷，支牙膏，咁就上上下下每個牙齒都刷好，係好容易達到嘅。第三就係話滿足感，有滿足嘅。我哋做完呢個習慣之後，
會帶俾我哋有啲獎勵喎，一個小獎勵喎。譬如刷完牙，我哋可以食早餐啦，去食我哋中意食嘅嘢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令見到一個好嘅習慣嘅4個法則，令到佢明顯啦、吸引啦、容易啦，同埋容易滿足。第二點，作者提到就係話1% 改變。佢有時佢提到就係話講一個健身啊，或者自己做運動嘅一個改變。如果因為大家可能唔知，其實我以往最肥嗰陣時差唔多220磅，咁而家就係 keep 住170幾磅，都差唔多跌咗50磅。咁如果一開頭就係同你講，我要減50磅，其實大家都覺得哇冇可能。但係如果我哋每一個月我就係減3磅、5磅，或者減2磅都好啦，咁相對地容易達成。同埋就係話，其實我哋改變係好細，每個月3磅、5磅，每個月可能講1%，即係如果200磅，1% 就2磅咁樣啦。咁相對地，如果我哋1年之後，即係如果講減肥唔得，冇可能即係減到0啊。但係譬如我哋做某啲嘢，每一日增加1% 嘅話，一年就係去到37倍。但係相對地，如果我哋每一日跌1% 嘅話咧，其實1年之後就係歸咗0嘅，差唔多接近0嘅。第3點就係講身份嘅轉變。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嚟。作者就提到就係話，我哋身份改變唔係話我哋去改變，淨係着重嗰個結果。譬如話，我想頭先我講我想減50磅，亦都唔係着重過程嘅改變。過程就係話，我每個星期跑2次步，每次跑10公里。咁其實呢一個對於你去改變身份，或者對於你去真係執行一個長期嘅習慣，其實係未必係最可行或者最有效。最有效就係話你點樣去改變，或者係你身份認同嘅改變。譬如就我要成為一個健康同埋積極鍛鍊嘅人。健康自然要減肥啦，咁我哋就有動力點樣去減肥同埋去做一個鍛鍊或者去持續做運動嘅。你有咗一個身份認同嘅改變之後，你自然就會設立一啲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小嘅習慣。呢小習慣就係每日增加，跟住堆疊，用意見令到佢好啦。頭先講咗身份改變，就嚟到就係我哋實際點樣去用呢啲技巧喺生活上邊。我點樣用一啲呢個原子習慣嘅技巧？第一點我頭先都有大概提過，就係話一個習慣嘅堆疊。你有一個新嘅習慣，你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執行呢？就係將佢同一啲你以往你而家做緊嘅習慣，你形成咗習慣。即係譬如我想講朝頭早起身刷牙，咁一定每個人都刷啦。咁如果我哋將個訓練或者將做運動將刷同刷牙擺埋一齊，好啦，我哋刷牙個同時，可能右手刷牙，左手可能攞住舉啞鈴，或者係刷完牙嗰陣時，我哋做 push up， 做一啲 workout， 或者做 sit up。咁我哋互自然就係同起身刷牙關聯咗一齊，咁就形成一個習慣嘅堆疊。第二就係環境嘅設計，我哋點樣將個環境，可能我側邊已經擺咗個啞鈴喺度，側邊喺廁所出邊或者係廁所出邊個廳嗰度啦，出嚟就係廳咁樣啦。我有個墊，for 你去做 sit up， for 你做 push up， 你一出嚟就會見到嘅一個環境，令到你呢個習慣可以執行嘅。好啦，跟住跟蹤個進度，每一日你去磅重，睇下自己嗰個體重有冇減到，去記錄翻每一日嘅進步係點樣。
呢個亦都係一個獎，一個自己一個滿足感嚟嘅。哦，今日跌咗0.2磅，今個星期跌咗1磅，今個月跌咗2磅，咁你自自然然會有個好大嘅動力去不斷咁樣去進步。咁同埋就係話有咗呢個進步，或者你自己 set 啲小目標，每個月2磅嘅話，有個獎勵，可以買自己一樣想買嘢，可能講唔使多嘅100蚊，咁你自然就將呢個獎勵同埋你嘅習慣掛鈎，咁就會持續咁去做。總結啦，即係原子習慣，佢唔單止提供咗一個建立一個好習慣嘅具體嘅步驟，同埋佢幫助我哋了解咗我個人嘅心理學點解去跟住一啲原子習慣去做，去持續咁做，仲要持續有一個循環啊。作者都中途都有提到就係首先有個提示，跟住點樣去執行，跟住回饋獎勵，一個循環嚟嘅。我哋點樣去因住一個循環，一個 positive feedback 正向嘅循環，咁不斷去做，去提升大家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質素。呢本書都帶咗我哋好多嘅睇法，或者唔同嘅啟發俾大家。我而家自己都係㗎，睇咗本書之後，我自己都 set up 咗好多唔同嘅小習慣，但係千祈又唔好貪心。可能我哋一個新嘅習慣，可能我哋每個月加一個落去，或者係一啲習慣已經係成功咗，我哋再加啲新嘅落去，跟住將新嘅習慣同舊嘅習慣堆疊，就好似我咁樣跑步，每個星期跑2次，一次就係週中，可能星期2或者星期3，一次就係週末朝頭早星期6或者星期日，跟住自己磅重，即係我自己用 iPhone 咁，即係買咗，我自己都買咗個小米嘅體脂磅。咁每一次你磅咗之後，自動會撈落去咧，自己睇到個 trend， 睇到每一年每個月體重個 trend 係點樣，哇！自然就會好開心，同埋自己想繼續 keep 住嘅。咁呢個唔單止自己身體方面，我相信喺工作方面，譬如我哋習慣一返去，可能就 list 收咗，或者睇返琴日有啲咩嘢工作未完成，工作未做完，跟住可能 check email 睇下琴晚會唔會有啲客有啲新嘅 task 俾我哋，跟住我哋就會去 draft 今日有啲咩嘢去做。甚至其實我哋琴日已經寫定今日有咩 to do list， 但可能有啲係新 add on 落去嘅。跟住我哋每一個 task to do list， 每一個 list 裏邊每一樣嘢，我哋點樣去分配時間，分配個 priority。好啦，跟住完成咗，我哋就會可能自己有獎勵，飲杯咖啡，或者係可能食自己中意食嘅嘢，或者其他方面嘅獎勵都得。跟住完成咗今日工作，跟住就去 plan 聽日，即係不斷一個 loop 咁樣去一個習慣咁去做。我希望大家第一次聽我 podcast 可以啟發到大家去點樣去形成一啲習慣，去持續咁去執行。而呢啲持續執行嘅其實係好實在嘅，好貼地嘅。包括我哋有提示啦，有好嘅環境啦，習慣嘅堆疊啦，跟住有一個記錄啦，有個回饋啦，有個獎勵啦，跟住每日將你個目標增加1%，或者每段時間增個 percent， 到長時間之後，你就會睇到佢一個具體嘅回報。好啦，今日同大家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鍾意我呢一集嘅節目啦。如果鍾意嘅話，就希望訂閱我頻道啦。跟住我下次我再揾到好多唔同嘅書，或者係一啲我睇到一啲信息，我再同大家分享。好，唔該晒大家，拜拜。